我來關心非洲的剛果爆出伊波拉病毒的疫情，目前已經造成至少65個人死亡，甚至連附近的烏干達嘛出現死亡的病例。面對這個緊急的情形，世衛組織講會緊提供資金甲醫療物資到3天。掛嘴暗的醫療人員詳細為民眾測量體溫，佮做消毒。烏干達邊境疾病防疫謹慎對台，因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的伊圖里省最近出現伊波拉病毒爆發。非洲疾病管制甲預防中心證實，目前已經累計246件疑似病例，其中65人不幸死亡。這場多年來的致命傳染病，讓鄰國烏干達民眾陷入驚嚇。Mwezi wa tano hii tunakuwa naoga sana, watu wanakufa sasa, wanaoga sana. Sike mtu akipata kichwa kidogo, kichwa naluma na baridi, tumbo na mkata, mtu anakufa. 疫情威脅已經擴散到剛果10個國家，烏干達衛生部證實出現頭一個伊波拉境外移入死亡病例，死者是一個為剛果入境的59歲查某人。面對疫情可能跨國團開，非洲疾管中心緊急調集剛果、烏干達、南蘇丹等國家，加全球合作盤召開緊急會議，加強邊境監測甲防疫。世界衛生組織也答應會全力協助剛果控制疫情。We have deployed medical supplies and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Bunia, the Ituri provincial capital. Today, I have released $500,000 from WHO's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to immediately support the response. 伊波拉病毒的高傳染性甲高致死率，過去捌佇非洲引起幾啊擺嚴重的公衛危機。為了避免悲劇的發生 ，WHO 甲國際社會當咧甲時間走小力，除了提供資金甲物資，也會協助當地做病毒檢測甲接觸者追蹤，會當趕緊斬斷病毒傳播鏈。公視新聞台記者鍾建功編譯。